要鼓励大家塑胶用品较少用，塑食业者袂当劳4月起无再再提供塑胶束管。另外一间业者昆德基嘛宣布，为新历7月1日起嘛要开始对咧做。为新历6月11起，规台湾超过150间的门市，慢慢拢无提供塑胶束管。一年希望会当减少52%的塑胶，差不多是一个小家庭30年的粪扫量。若是人客有需要，会当提供环保纸做的束管，嘛有咧卖白铁束管，希望讲大家会当做伙来保护环境。在地事事空空，要来看到台东的197县道挖海花山脉、中央山脉，位地上乡到卑南乡，规个看过拢是田，规个看茫茫，风景那亲像是100度。农委会水利局即马送唱国大地艺术季，邀请外国、咱台湾10外个艺术家，用197县道来做舞台，拢总创作12件大型的户外装置艺术，和泰国尼的飘鸟集嘛会当合作伙，做12个拍卡风景所在，邀请民众做伙来到台东佚佗。